来看大埔县跟台语团体合作举办台语夏令营，伫咧这铁道部的园区，透过导览甲激头脑来做任务，互囡仔人用台语就当了解台湾的铁道历史。我要互伊这中有一个空，然后其他拢是铺起来，安尼卡伫咧这面顶可能会较好用。就是阮要试看来会使行无，结果我一直无成功。囡仔激头脑，动手做火车的车轮，想办法互伊莫走出铁记录。这是台湾博物馆办的台语夏令营来设铁道部，也对老师也甲囡仔解说讲，火车的车轮是圆锥形的，安尼车在转弯的时才袂冲出铁记录。规划夏令营的台语团体表示，希望互囡仔通伫台语环境佚佗激头脑，也通了解铁路的知识。互囡仔熟悉火车，熟悉火车会当带我去倒位旅行，所以会使熟悉毋但是火车的种类，嘛火车的发展的历史。也对嘛，结合园区内底的火车车厢、防空洞，也有八甲老者的古迹，互囡仔认捌铁道历史和建筑美学。大埔县嘛和台语团体做伙开发教案，即个也伫咧营队内底试驾，未来拍算免费提供予有需要的老师甲民众使用。阮8、9月的时阵，会阁招老师过来，阁甲这个教材，甲要安怎进行这个，是做一个教授的演习名。希望。除了阮这个园区以外呢，入去教室内底会当用所以我像是全方位的啦吼，就是各个方位拢用的来推动。今年台语夏令营拢总是半推，大约240个学员。大埔县表示，打开放报名无到10分钟，名额就抢了啊！这嘛显示民众对台语活动的需求真大。官方表示，透过和民间团体合作，结合双方的优点和专业，希望让台语的路途愈行愈开阔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